啊？哦，来啊来啊来啊！哦，人就多呢。哦！哇！哇！鼓掌鼓掌！真好看的画面。今日咱要去倒位咧？来，是想要咱请出题。咱头拄看到是民国50年联合杯的比赛，其中这个倒行国手咧摕到冠军啊。但是咱头拄有看到一个动作，滑犁有无？请问滑犁这台语安怎讲咧？来哦，等下哦，听我讲，请手等，咱会当唱哦。手会使看起。手会当看袂不要紧。好，来华丽台语安怎讲？请手答。3。哦，阿准啊，阿准。来，下位。花蕊，花蕊，花蕊，哦，花蕊。发蕊。哦，来，老师发蕊对唔对？歹势安尼唔对。哎呦，歹势呢。来，队长，咱有机会啊。啊，来，我来看法应该是叫做骨蕊，系，你啊骨蕊个，骨骨蕊。哦，来，老师，队长骨蕊对唔对？嘛唔是安尼讲。好，咱台语当若讲骨吼，迄是一个形容词啦。讲涂骹足骨的，你行路爱细致。啊，咱若家己要去安怎，咱讲甲厝过去。哦。啊，所以咱就讲厝蕊。啊，南部人讲厝蕊。哦，你讲厝拢会使讲啦吼，厝蕊，但是讲骨蕊就唔对，因为骨蕊就是讲迄个蕊足骨的，是，所以听起来是无啥正确。是。是。